拿鴻書第1章，論尼尼微的默示，就是伊勒哥斯人拿鴻所得的默示。耶和華是忌邪施暴的神，耶和華施暴大有憤怒，向他的敵人施暴，向他的仇敵懷怒。耶和華不輕易發怒，大有能力，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。他乘旋風和暴風而來，雲彩為他腳下的塵土。他斥責海，使海乾了，使一切江河乾涸。巴珊和迦密的樹林衰殘，利巴嫩的花草也衰殘了。大山因他震動，小山也都消化，大地在他面前突起，世界和住在其間的也都如此。他發憤恨，誰能立得住呢？他發烈怒，誰能當得起呢？他的憤怒如火傾倒，磐石因他崩裂。耶和華本為善，在患難的日子為人的保障，並且認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但他必以漲日的洪水淹沒尼尼微，又驅逐仇敵進入黑暗。尼尼微人啊，設何謀攻擊耶和華呢？他必將你們滅絕淨盡，災難不再興起。你們像叢集的荊棘，像喝醉了的人，又如枯乾的碎秸，全然消滅。有一人從你那裏出來，圖謀邪惡，設惡計攻擊耶和華。耶和華如此說：尼尼微雖然勢力充足，人數繁多，也被剪除，歸於無有。猶大啊，我雖然使你受苦，卻不再使你受苦。現在我必從你頸項上截斷他的軛，扭開他的繩索。耶和華已經出令，指着尼尼微說：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後，我必從你神的廟中除滅雕刻的偶像和鑄造的偶像，我必因你鄙陋使你歸於墳墓。看啊，有報好信傳平安之人的腳登山，說：猶大啊，可以守你的節期，還你所許的願吧，因為那惡人不再從你中間經過，他已滅絕淨盡了。拿鴻書第2章，尼尼微啊，那打碎邦國的上來攻擊你，你要看守保障，謹防道路，使腰強壯，大大勉力。耶和華復興雅各的榮華，好像以色列的榮華一樣，因為使地空虛的，已經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虛，將他們的葡萄枝毀壞了。他勇士的盾牌是紅的，精兵都穿朱紅衣服。在他預備爭戰的日子，戰車上的鋼鐵閃爍如火，柏木把的槍也掄起來了。車輛在街上或作城外急行，在寬闊處奔來奔去，形狀如火把，飛跑如閃電。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貴胄，他們步行絆跌，束上城牆，預備擋牌。河閘開放，宮殿沖沒，皇后蒙羞，被人擄去，宮女捶胸，哀鳴如鴿。此乃命定之時。尼尼微自古以來充滿人民，如同聚水的池子，現在居民卻都逃跑，
雖有人呼喊說：站住，站住，卻無人回顧。你們搶掠金銀吧，因為所積蓄的無窮，華美的寶器無數。尼尼微現在空虛荒涼，人心消化，雙膝相碰，腰都疼痛，臉都變色。獅子的洞和少壯獅子餵養之處在哪裏呢？公獅、母獅、小獅遊行，無人驚嚇之地在哪裏呢？公獅為小獅撕碎許多食物，為母獅嚇死活物，把撕碎的、嚇死的充滿他的洞穴。萬軍之耶和華說：我與你為敵，必將你的車輛焚燒成煙，刀劍也必吞滅你的少壯獅子。我必從地上除滅你所撕碎的，你使者的聲音必不再聽見。那鴻書第3章。禍哉！這流人血的城，充滿荒詐和強暴，搶奪的事總不止息。鞭聲響亮，車輪轟轟，馬匹踢跳，車輛奔騰，馬兵爭先，刀劍發光，槍矛閃爍，被殺的甚多，屍首成了大堆，屍骸無數，人碰着而跌倒。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，慣行邪術，藉淫行誘惑列國，用邪術誘惑多族，誘惑原民作賣。萬軍之耶和華說：我與你為敵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，蒙在你臉上，使列國看見你的赤體，使列邦觀看你的醜陋。我必將可憎污穢之物拋在你身上，辱沒你，為眾目所觀。凡看見你的，都必逃跑離開你，說：尼尼微荒涼了，有誰為你悲傷呢？我何處尋得安慰你的人呢？你豈比羅亞門強呢？羅亞門坐落在眾河之間，周圍有水，海作他的壕溝，海子尼羅河又作他的城牆。古實和埃及是他無窮的力量，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幫手，但他被遷移，被擄去，他的嬰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。人為他的尊貴人拈鬮，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鏈子鎖着。你也必喝醉，必被埋藏，並因仇敵的緣故尋求避難所。你一切保障必像無花果樹上初熟的無花果，若一搖撼，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。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婦女，你國中的關口向仇敵敞開，你的門閂被火焚燒。你要打水預備受困，要堅固你的保障，踩土和泥，修補磚窯。在那裏火必消滅你，都必殺戮你，吞滅你如同男子，任你加增人數多如男子，多如蝗蟲吧。你增添商賈，多過天上的星，男子吃盡而去。你的首領多如蝗蟲，你的軍長仿佛成群的螞蚱。天亮的時候，齊落在籬笆上，日頭一出，便都飛去，人不知道落在何處。亞述王啊，你的牧人睡覺，你的貴胄安歇，你的人民散在山間，無人招聚，你的損傷無法醫治，
你的傷痕極其重大。凡聽你信息的，必都因此向你拍掌。你所行的惡，誰沒有時常遭遇呢？